以后别再叫我拍视频了。为什么？不是拍我结扎了，孩子不是我的就是鸽子床，要么让我演傻子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连我儿子都在问我他是不是我亲生的。那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彭恰恰，难道我儿子不像我吗？亲生的，绝对是亲生的。你看什么牙齿、头发什么的。你不想拍这些，你跟我说啊，我换题材。彭恰恰，他是狗，你真不是人啊！一生之中，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態每種風。